真投机真契合嘛吼，大家互相体恤，互相体恤，有啥物代志毋通冲突，互相体恤，安尼就无代志啊吼，大家就欢欢喜喜啊。第二呢，就是咱的李大仙来讲啦吼，听上了台铁啊，威风凛凛啊吼，讲东讲西啊，爱讲袂停啊，天文地理啊，道德经啊，干那是呢，只有依法证我不灵啊，我袂遐尔啊吼，依法证啊，吼，人若是呆呆看面无会知啊，看面就知啊。听讲这个道理吼，非常乖啊，毋是阮咧靠单乌白牌啊。若是无安尼讲呢，嘛袂使啦，吼，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讲，咱人无法讲到做到啦，吼。所以讲，徛上好啊，现在徛大家听的吼，像威风凛凛，有影哩徛到遮吼。虽然看你咱上讲究的实在安皮皮出来啦，是讲安尼讲啦，吼。讲到即阵是袂惊袂皮皮出来。你若吼，我听的人真正要跟你讲道理，甲讲呢，真正皮皮出来，毋知要安怎讲呢？拍出来一球起来安尼，变出咧鬼寒共款的安尼。你若徛得久，后气白较徛久就咱的。你徛久打工就知，自然而然你就袂惊，自然袂惊。你徛到咱规方面个大佬听你的安尼对啦，大家想听你的安尼，今日讲东讲西讲足济啊，讲东讲西啊，讲拢袂停啊，讲问题你讲足济就对啦，道理会差讲足济啦，讲半就坚定来安尼吼。但要问你讲干哪？伊发现我袂晓的，但我拢会晓的，人若是呆，看面就知啦。但是咱大佬讲咱呆糊糊，安尼呢，毋过甲看咱的面佫无呆呢，佫看面无呆呢，因为咱拢是救人渡人，食家己的讲煞管别人的代志呢，安尼呢，咱大家认为讲大夫几好啦，若跳跳煞袂晓来体一下。来看些电视，泡些茶，头家咧吹手啊，遐拍着遐卖，是咧卖草货啦，佫卖毋是卖咧趁钱吼，趁遐戆啦，即摆上戆呆呆共款讲也袂晓啦，伊毋知咱咧想啥安尼吼，伊卖入去啦，当然是看咱呆呆，毋过甲咱看咱的面，人啊呆呆看面就会知，毋过看你的面都无呆呆，大家拢作先戆的吼，安尼啦吼，迄是你讲遐呆呆，尔较戆讲袂听，毋过甲看你面甲，大家吼，个眼神甲下身迄边吼，大家拢有笑容，都毋是咧傻笑啦，安尼就对啦。迄对嘛，迄呆呆的吼，看人嘻嘻安尼，迄个人这头壳有问题。讲的乌白讲，毋过咱咧讲的足正经的，咱咧讲的足正经的，你看吼，看就无呆，毋过看你吼，做的事咱上爱呆糊糊安尼就对啦。伊毋知影讲吼，咱迄个心的迄个。咱爱咱的家庭，爱咱的兄弟姊妹，厝大家拢会当把己手牵手来行这条路，手牵手转去。咱社会人无了解，想讲咱安尼糊糊呆呆安尼就对啦，所以若作成咱无法度啦，剩的吼要讲啥咱都会晓讲啦，因为客家人拢会晓讲啦，这个的道理非常的乖啦，这个的道理大家足乖，有少的人足乖，别恶撇啦，听声细说。真有礼貌慈悲啦，感谢慈悲啦，拢有迄个礼容啊。看起来吼，你大声拢讲讲好，这个道理甲看起来特别真乖呢。讲安就安尼咧，任劳任怨安尼咧做呢，真无简单啦。有少的人的看法，甲无少的人看法就无共款。听伫不同的角度，你要参相济呢，伊的看法无共，我的看法无共，个人的看法虽然是无共，你要相济相济，说到尾大家都唔好啦。你认为你安尼做，你就安尼做；我认为安尼做，我安尼做。若是像咱咧讲哦，这条路就遮尔好，大人救人的心，把你给超先了死。你若好做，拢会转去。这遮尔舒适的，是安怎？咱安尼好口好心安尼讲到吼，应该就拢会来才对的。毋过你甲看法，甲我看法就不共。是我尾仔想你插恁吼。你行到尾我就食菜我是感觉我袂当食吼，我一身都乌油去啊！在伊报告伊咱一身乌油去，就食鱼仔肉较无乌油的安尼，若无食鱼仔肉，讲咱一身拢乌油去啊，安尼就对啦吼。人生都乌白啊，都无彩色的。毋过咱食菜一时阵都拢无乌白的，拢彩色的吼。
伊40年前咧食素食吼，感觉吼，家己嘛足见笑就对啦，安尼啦，拢惊人知啦，即都不咧食素食，即头壳写一个两个安尼尔，哦，大家看咧食素食吼，即食素食也不去丢脸吼，讲其实咧食素食回香唔啥回香，迄也唔啥迄种，咱佫会使炒好，感觉人看做唔起安尼就对啦，安尼啦吼，上尾就是安尼，即就咧做歹代志，唔知咧食素食，大不了讲也是有影。较早咱就爱烧包，补做食火腿吼，安尼摕物件，不然我爱食食菜啦，安尼啦。有阵时若拄仔亲戚朋友吼，说要请来我有一个素食的吼，阮一个生日会咧食素食吼，无来甲请安尼嘛是爱放票互伊。伊若来吼，万一若无办袂使，凊彩嘛爱办半席吼，半席安尼吼，互咱爱食。有阵时互我去哦，即做家己的吼，无去都袂使。去拄仔我无自然尔，大家拢无爱食，就拢去别个都去，拢爱食素食。我是讲头个淡淡，人若去边仔来，安尼家己头个淡淡，安尼啦，我食啊食，家己食，我袂爱食，大家食饱我就选啦。感觉吼，安尼，他人无共款吼，感觉吼，安尼吼，袂杀自然。即摆食到尾吼，我想讲，我来安尼，我无做歹代志，我是咧干那咧惊迄来，甚至我嘛伫困起来咧，迄阵拢无困咧，我嘛伫咧无困，我插个清水咧，安尼咧，算起我是够高尚咧，介高尚咧，甲迄个无困，我就讲咱跳就好啊。毋过我有时无困，我插个伫清水水吼，这无简单咧，遮尔济人看几百个，我才一个尔，我实在介高尚咧，安尼好，家己评测家己，家己鼓励家己咧好，即马就遐咧看就叫人安尼甲看安尼啦，我无简单咧，大家无法度，干那我度尔安尼，所以讲拢是咱的心的问题，即马是咧到我自然的，大家来看，迄阵拢上可能啦，你啊靠出钱的啦，你睇佢带落去啦，带遐个带去热啦，迄个会做歹看咧，安尼，所以咱家己鼓励家己，家己评测家己好，迄阵咧叫头壳就拢硬起来，唔敢去安尼打人。所以讲话嘛，朋友嘛，好，我食菜哦，菜好，你嘛半夜嘛袂歹啦，食菜饭嘛袂歹，食鱼烧包嘛，菜家咧，袂歹菜比较好，反正一直在便利好，这有够配，都能菜过来，好朋友有人请来陪伴咱食哩吼，安尼，一边嘿哪来哪吃咱家己平时咱家己，唔通，咱无做歹代志，咱免惊，唔通计较，做好代志咱唔免惊，唔通惊人知，唔通计较，所以讲的是吼，咱讲道理也好，这个道理咱就是讲足乖，大家拢讲道理，助人救人，宣传人放心，大家拢做足济就对啦毋是呢，毋是毋是我咧操盘乌白来就对啦，咱毋是乌白讲的，咱咧道理毋是乌白讲的，拢有道理的呢，毋是咧乌白骗的呢，若是无安尼讲啦，当时咱要讲到做到是足困难的，互我嘛毋敢讲我讲安尼就要安怎做我就做袂到，若我做袂到，我就毋敢讲啦。我这个做袂到，若讲做袂到就无去行哩，毋过你做袂到，未必连别人做袂到。咱嘛想讲这我做袂到，这免讲，这别人嘛无法度啦，你无法度啦，别人无法度。为了怎啊下去家庭，怎啊去太方便，你做袂到啊，人袂有面，人袂做危险的所在，唔敢去，大家拢唔敢去，唯独是成个人去，你做袂到，人袂做袂到。若要讲公司要求公司讲到做到，迄公司拢唔敢讲，伊拢唔敢谈。咱人要讲做到到这来讲拢困难。总之这个修道，慢慢修，慢慢学。哪讲哪修改，哪讲哪修改，哪好啦，哪改进来啦。要无讲嘛要求讲好，我公司我遐讲迄惊死人，做做咧笑死人，安尼所以讲拢大家拢要不咧修，要不咧学，共同来学习。若安尼你讲到我做到嘛，你就说离婚啊，所以咱都真干那一个我讲上简单啦，修不了10年，一个毛病脾气，看好解，安解你家己无心肝看卖啦，迄
摕伫怎吼，有人时啊甲你验10外分啊，遮尔摕人，有人时爱验5啦分啊，你拢无感觉安怎啦？你拢抑去忍受袂着啦。行厝迄个路甲你验2句尔，你站袂着啦，安尼就对啦。就反喷还原啊。啊，对一个时讲有够，大家拢嘛时讲无够，是会较早好讲两句，较早步法，较慢步法安尼尔啦。安尼啊，袂啦，靠恁来倒来讲较，讲互伊去讲啦，安尼。迄若迄个手头条袂够，迄太感情。因为无我要传大声呢，拍我拍你，买一包嘛，我就开了啦，干脆就互伊去讲啦，迄是讲电脑嘞，迄种是讲电脑嘞，咱若手头食袂够，我太有欺负啊，自然就要参安怎样来甲对面产生安尼，所以讲就是要想啊，真有含量，真无简单嘞，所以讲呢，咱毋是讲道理，毋是咧操盘学白教的吼，无是讲做到甲讲到的咧吼，先徛伫搭台先着安尼讲的。若无安尼讲咧，嘛袂使啊！无就要来甲讲安尼吼。若讲讲到做到，去上天讲，嘛无来上天讲。道理就先就安尼讲的咧吼。无安尼讲嘛袂使咧吼。哪讲的是圣人的经典来安尼讲，咱大家是哪听就哪改进啦。咱当时圣人的经典安尼讲过，一路行来，咱就照伊的步子，伊的拍条来做来行。当先贤，反正咱嘛是先贤啦，这就是要互咱学，透过讲师伊所看，伊所甲你讲出来，互咱这些时间有咧着多相看啦，大家听会知影讲，原来圣人一路行咧甲咱教遐尔详细，透过讲师甲咱讲，互咱安尼是听咱就会了解，等于要做唔做就看咱家己啊啦，倒上安尼讲嘅啦，要做就爱看咱家己啊。迄个地到对啊吼，地位到对啊吼。第三呢吼，徛踮在台下，坐踮伫台下，头壳试试啊，迄个假是听甲真详细啦。为什么点甲那么大个啦就听讲咱是咱大个嘛，安就对啦点讲咱是咱大个啦想要甲伊叫醒，想要甲伊叫醒呢，伊佫惊歹势啦下骹也是先来安尼，就是讲咱摕伫台骹，听讲师伫遐讲啦听讲头歪歪，头歪歪，安就对啦毋知是咧听还是咧困，毋知啦安尼啦，无别像咱想安尼听有诶迄人前头嘛知影啦，好，听甲头歪歪安尼，我头壳重安尼你头你厝里嘛去放去嘛，无人知对毋对？袂像讲伫遐讲迄个足认真咧听诶啦听安尼头壳歪歪安尼迄个敢是听甲真详细听甲头壳歪歪，就甲听甲真详细咧安尼咧原来为什么他爱听遐大个点解遐大个就对啦，安是安就对啦迄有两种意义，是真咧困咧，是真个是听甲头壳甲是讲出来讲到是袂属于讲听有诶安就对啦，其实呢，详细来讲原来咧拄久啦安尼啦，我连说我咧讲诶道理，伊拢甲我点头，伊听讲是，真足侪甲看法毋是咧甲咱讲是啦，听有啦，安就对啦，所以讲呢，想要呢，甲伊叫醒，毋过惊歹势，有个人要甲咱叫，你敢知影？咱伫遐咧拄久，伫遐咧困，要甲咱叫的，伊拢嘛安尼想咧，这讲好意思甲叫呢，若叫有人时互伊无欢喜迄袂较早互我咧叫咱人较少年，叫我转来困，总歹人吵的咧。是讲我有心的，你甲叫人先袂做使的安尼咧，咱袂甲叫有时讲就讲嘛，只安尼咱甲传咧安尼就叫咧安尼咧，伊太人个心就叫，我真好困，你甲我叫醒，害我无困人个心情就咧歹安尼，我太太叫你无好啦是讲咱这老婆生这八只来叫咱就想讲笑咧，讲真歹势安尼，迄囡仔伊老爸做你听到咧，我真好困，你无在我伫咧甲我叫。所以有他无共款，就较早有一对家庭，这个家庭，怎规定拢去佚佗？因为因先生有一寡收入啦，离婚后无偌济，大家
规定哦，就通去佚佗啦。啊，一去佚佗哦，伊先生哦，开车紧啊，超速去互炸落来安尼，警察就甲讲吼，先生你超速呢，你使要上紧的，讲啥都使要上紧，这高速袂使紧就对啊，高速我袂使下，无太下过是高速的，高速就是吹一路吹的啊，安尼啊，你驾照摕我看卖安尼啊，煞讲批个车就爱驾照，我就会晓吹到我哪有驾照，安尼我第一时就小小摆讲，我都会晓吹到他就驾照，安尼啊，好，参警来遐花，因太太无代无志但是咧回讲，就使要上紧超速，因太太讲，讲我啦，你嘛参遐花啦，因为你接受的咧，好，你接受啦，本来警察谈你接受咧，起码佫加开一条你接受的，安尼啊，你接受驾驶，这问题佫大咧，安尼啊，佫加一条咧，无超速咧，佫无驾照咧，佫有接受咧，好，飞袂煞，飞到尾因老母坐伫遐坐袂牢。囝的啦，你嘛要参袂花啦，回到尾啊，好知影讲咱遮车头摊的就害啦。这个车头摊的，是我叫的，就自私的，就是我车路边做啊，甲3年啊，就是3万年。你甲我为着安尼超速，你若好罚款的我就甲咱问题是，因太太无代无志，甲讲你食烧酒嘛参遐花啦，遐花你若无甲讲伊烧酒，这才咱佫有听有啉的，安尼是我确实嘛手笑嘛安尼，手笑嘛拢会，也无代无志就点就好。因老母甲讲这车头摊的，嘛遐花，这个头摊的安尼，所以讲咧爱跟时段咧嘛，袂使我袂讲真，袂使我袂讲真，上阵都爱分爱分啦，讲这个报复安尼吼，互咱大家欢喜一下安尼吼，我迄困无快走路的安尼啦吼，所以讲咧嘛袂使我袂讲真，看时段咧，有当时夜班夜晚有当时咱要帮忙夜班夜晚，你若喊人讲咧，我要处理代志，你莫怪。你若知头后知你要去处理代志，要处理代志，知影讲什么因端，为着什么代志，安尼才有通处理。你若毋知头，毋知尾就咧处理代志，有当时处理到哪麻烦，本来都无遐麻烦，互你处理到大比麻烦去安尼咧。所以讲下时呢，一款安尼拄久啦要甲叫佫惊歹势，有当时要甲你叫嘛惊歹势，我嘛想讲迄长好本身甲叫的伊毋知感受如何咧比如安尼嘛，做歹势甲咱叫，若互咱咧叫，较咱咧叫较无共款。迄若老年纪较岁互较讲行过讲有款，动作无款，歹势甲叫啦。年纪老大人先听，有迄代志做欢喜就先听伊记忆也不遐好嘛，听袂足听啦有迄代就欢喜心起来就袂人讲就我拢知啦，我拢了解，我袂足先心咧，你先心转来，讲你先心，人咧听袂较先心咧，我安尼来，迄毋是先心咧，比这个我拢有款，动作无款，甲调袂安尼就叫拢袂甲叫啦。较少年的我毋免打困眠嘛，甲叫，倒转来较简单安尼就。迄若困5分钟迄5分钟精神就饱飞啦。你打久久尔真好，你打起来，伊不是佫困啊，对不对？你好困嘛，听，听甲叫的精神饱飞啊，迄就听就听无啦。你咧叫咱爱袂顺呢，嘛是咱爱困，咱就叫，咱爱叫，就咧叫伊佫摕面叫我洗洗洗洗啊，伊也是咧困。你若好久几分钟他听精神就饱飞啊，安尼啦。我咧叫叫人哪有方法？你是哪有方法？刚出社会20年辛苦知影伊我妈妈做家务比较多呢，迄个才等好问题，我就讲无烦，要不袂使生气呢。嘛是爱是感谢兄弟安尼伊是心内有感谢，伊就安尼打出来互你掠着，安尼就所以讲的是嘛，做无难，做无万里的所以讲互咱看迄老菩萨。我就是讲你若讲歹势，你是咱真实的，你嘛讲伊免我袂咱叫呢，爱我有过心的安尼是甲你讲，是讲迄你加困嘛，安尼就对啦。咱若好做对方唔对，这个你受着我拢可以退啦这个困难有这会使甲退，反正若要退若要想法你有钱来，甲先甲叫我超过嘛，对不对？你哪拄我免叫啦，我行过伊就咧困啊无嘛，到尾啊到无法度，打困你就叫你困啊过落叫安尼，困啊过来无法啥你想讲迄下时较疲劳迄互去困慢尔，有当时若听阮讲
叫咱唔嘛拄拄啦，包括嘛是小声啦，头壳安尼死气啦迄个敢是听甲经常性，伊是意思啦，是咧拄拄啦。为什么头壳爱甜的你若去佫叫歹势咱歹势人嘛，既然歹势，你就歹势嘛，爱用方法。所以修道，若要替人想，安尼就会使啦，安尼就无代志啊，你若去佫叫歹势，无去佫袂使，你就迄同情心嘛。咱修嘛是安尼，有迄个同情心，有迄个同感的，有迄个同情心咱想到死就袂修来，较袂修来你有你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伊有伊的看法，袂修啊，代志就轻轻轻慢慢就好。你若替人想，伊来替人想，嘿，安尼你歹数无啊嘛，大家拢有法自助比啊这个修业要互咱学习好的机会嘛，无会先呢，你听，特别拢无学着安尼无啥，你听是去大家爱条啊坐是嘛，安尼无迄个意义嘛，听就会听讲，就爱加点吸收，就会加改变会晓去做，安尼有啥作用即摆佫落呢，咱就来用，互咱的国乐团呢来演奏啦即摆咱以迄个掌声欢迎咱的国乐团。